高雄的顶站公司又搁互查到有一批2万多公斤的进口辣椒粉，有低含色素苏丹红，已经被去全台湾9个县市。其中，伫咧南投的金福华食品因做的沙地酱，已经供应予全台湾真侪火锅店等等一寡餐饮业者。另外，台北市的益昌公司嘛有用到这批辣椒粉来加工制作，嘛是已经全部卖出去啊。苏丹红风波继续滚价，台北市卫生局伫初十接到高雄市卫生局通知，顶站公司进口的咸椒粉，各一批2万多公斤，互验出有低含的苏丹色素，出货予台北市益昌实业公司，已经做出50包的2荆条咸椒幼粉，全部卖予无特定的线客。该公司使用该原料分装成2荆条辣椒细粉，每包600克，总共50包，已全数销售予不特定散客。那呢，这批问题咸椒粉，搁销去南投的金福华食品公司，卫生局现场查封库存原料，敢若剩13公斤，其他将近9000公斤的原料，拢已经掺入沙地酱等55项产品，出来去全台小吃店等。业者强调讲，热饮料存广告迄款沙地酱，并无受到污染。若是消费者有疑虑，也是会当退货。以不保系来讲的话，是到小吃店、跟餐厅，还有盘上一些的那个小型火锅店。是全省吗？还是全省的？苏丹红咸椒粉摊全台，造成食安真大的冲击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时讲，食安上重要的就是源头的管理，边境一定要顾好势。你源头的管理，你就要把边境要把它守住。那中央跟地方一定一起携手合作。为了保障试水员强调讲，目前违规的进口商已经予禁止进口3个月，时到再搁看整体的状况，甚至嘛可能会禁止违规的业者以后袂使搁进口。另外，食药署10日下晡嘛邀请食品相关工协会讨论业者自主检验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